哦，BGM 敢会伤大声？哦，大家听有声音无？BGM 敢会伤大声？可以了哦。哦，BGM 伤细啊。哦，原来是伤细啊。调到一半好啦。好，安尼。啊，不对，我放错了，不应该放 BGM 才对啊。我在干嘛？不该放 BGM。小妹老师来嘞，哈，吓一跳。不过我还没有准备好，稍等一下，因为有一点赶。好，稍等一下哦，让他准备一下。Sorry， 让我准备一下，还没有开始哦。准备一下，今仔日这个无算过。哦。
哈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等一下，有一点串。我发现不能这样用改一个方式。哦，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北音贤狗。今仔日是我的生日甲大师会哦，生日歌会甲大师会。等下节目念面要开始啊！今仔日你会当听着讲，有凡说你若是进前有捌对过我的直播的人，对过我的放送的人，今仔日你会听着讲我的声音可能有无共款的所在，因为我的麦克呢，经过无共款的调整。今仔日的声音吼，会比进前搁较水哦。你若有详细听，会当甲我感受一下，是毋是？今仔日的声音呢，有变了较好哦。听看卖，听看卖，对啊。等下唱歌的时阵呢，嘛是搁会做另外调整啊。你嘛会当试看卖，进前的贤歌唱歌，甲即摆贤歌唱歌有啥无共款哦？大家好，建勋你好，今仔日呢，即摆开始我先大概先甲大家讲一个安安一下吼。好，来开始。飞鹿安安，飞鹿你好，匿名匿名失意人你好你好，小师妹你好，小师妹你好，你着啉奶你好，黄建勋你好你好。大家安安，大家安安。好，这部念面要开始，即摆来做一个，搁小可做一个调整一下哦。大家有食饱未？暗顿食啥货？多谢多谢。多谢小妹老师。今仔日我的声音，新的麦克的声音呢，就是小妹老师做调整的哦。好个真好，真正是足好的，所以我今仔日足欢喜。安尼。总算是 OK 啊，哈。
好，好，安尼大家看有哦。昨天旁边一条线，好，来，今日大生呢，咱先来进行就是生日的大事会。今日的大事的豆果呢无济毋过我嘛是爱甲用心甲念了吼。咱来看卖啊，头一个豆果是啥物？头一个网友的豆果是这Lausanne， 是 Lausanne 的豆果吼。咱来看卖，伊是讲台语的吼。好，韩国的本来的声音。好，伊用一首诗呢，袂歹。咱来看卖，毋敢呢看会清楚无？可能惊讲会伤细。我来做一个调整。好。BGM 阁袂记你开啊！大家拢会袂记你即件代志，阁就无关系诶。好，来 BGM 应该听有吼，敢袂伤大 ？OK 啦吼。调成30，对，有啊。好，来，好，这个是罗先生，今仔有伫现场哦。嘿，好，咱来开始。百魂贯舞点神虚，因回天地数响时，hen幻红魔杀中界，中古剑雕弓还我敌。搁一摆，较拄无顺哦。百魂贯舞点神虚，咱来加一个 echo 的吼。调，加一个 echo 的较刺激吼。百魂贯舞点神虚，因回。百魂贯舞点神虚，因回天地数响时，hen幻红魔杀中界，古剑雕弓还我敌。大家感觉啥？袂歹吼。就厉害，对啊。好，咱个来看下骹，看伊个有啥物回无？好，结束。咱来换后一个朋友。阿玲的豆果哦。阿玲豆嘛是豆红毛鸡，好，咱来看卖。等，回路哦，好哦，回路就毋免用回音啊啦吼。我感觉会当直接念吼。这段呢看起来，我家己嘛感觉讲，一定是真袂歹的事哦。来，大家听看卖吼。对吼，较多袂记一项代志，爱先变身啦，无叫前辈出来较会使吼。大家好，我是八音魂的慧露。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这是阿玲的豆果，要互我念是无？来，调无疑，
调无伊人随便往，一路强盗便是医生，此情无道，非江河可量。为愿你入伫我心，不负此意。再来一届吼，无顺啊，不对，无顺，再来一届。调无伊人随便往，调无伊人随便往，一路强盗便是医生，此情无道，非江河可量。为愿你入伫我心，不负此意。OK， 好，啊唔对，哦。袂记你爱用回路的声音紧变回来。好，我觉得我要习惯切换了，不然的话每次都会忘记切换。就切了，看报的些感觉回来啊，吼，对啊。好，咱个看有其他的投稿无？阿莲的投稿，谢谢阿莲讲生日快乐，有机会较过来联动哦。好，感谢你。好，后一个。哦，这个朋友是社畜1号，社畜1号吼，讲伊要用红毛语啦吼，咱来看卖哦，韩国的本音吼。竟然互你看到我无小心甲周表公开直播啊！虽然只有短6秒，但是嘛是袂当留你外口。我有讲，就是你若用华文写吼，我会甲伊转做台语，安尼应该 OK 吼。来个一解，竟然互你看到我无细字甲周表公开直播啊！虽然只有短6秒，但是也是袂当留你外口。看卖，好，社畜1号讲生日快乐！虽然今仔日呢要工作到正暗，无法度对直播，但是会找时间补档。祝幸福会当平安健康，直播顺利。好，感谢。好，刷来。再来是分酒生分酒生，这个是烟酒生是分酒分甲酒啦吼，安尼会当讲是分酒大儒侠哦，烟酒大儒侠。我发现这个是一个新梗，分酒大儒侠。自己创一个新梗，分酒生嘛是投台语吼，来看卖是倒一个声线，倒一个哦，回路哦，好哦，这个敢若是某一个剧情，敢若是某一个剧情的这个，大家知影会当留话互我知影吼，敢若是毋是迄个号做啥物 FGO 是无？ FGO 是，来，嘛是要叫前辈出来哈。又搁是我的气事咯，真无用呢。搁来搁含大家拍一下招呼一下。恁敢介意回路的声音？我先偷偷练习一下，等下较开始。
好，会当开始咯。五位所持之剑之骨，更替为身，烈焰为火。啊，过来。五位所持之剑之骨，更替为身，烈焰为血。所断之人，易达上亲，不知何为死，亦不知何为生。以伤痛中渡劫，然而迄双手将影恶虚无，如我故如我祈求，无限剑制。无顺，搁一解。我为所持之剑之骨，更替为身，烈焰为血。所断之人，易达上亲，不知何为死，亦不知何为生。以伤痛中渡劫，然而迄双手将影恶虚无，故如我祈求，无限剑制。佫会使啦吼，安尼我转来过来咯。好，公道率先凌小电梯有好无啊 ？OK， 好，咱换后一个朋友。就介意韩国的服务语真正足好听吼，而且有无共款的角色的声，真正是足强大。去做口碑，定当互听众满满惊喜。后壁呢，嘛会继续点点啊，甲偷偷支持，提前呢，这个生日快乐，希望你未来一切顺遂吼。头前的名是小名吼，希望喊出观众名太羞耻了。OK，好。换后一个朋友哦。OK， 我发现讲伊有投2届，我应该先整理一下。好。刷来后一个朋友是大丁会较好，伊有公道的声线哦，安尼啊叫公道出来哦。前辈啊，来哦。竟然我的客数袂歹呢，是啥物话呢？哇，敢若无好处理哦！这种 case 我先练习一下。这要处理一下。来，3分千块纸，一半热空气，一份阿嬷的炸顿拿，甲牛变做鳟鱼，知影咯。3分千块纸，一份真歹念，搁一解。3分千块纸，一半热空气，一个阿嬷的炸顿拿，甲牛变做鳟鱼，知影咯。3分千块纸，一盘，3分千块纸，一半热空气。一份祖庙的炸顿拿，甲牛变做鳟鱼，知影咯。
真歹念呢，啊，真歹念呢。这是啥物大事啊？若有人知影，会当甲我讲一下。靠，这个大事是为倒位来的？来看下骹。选股大叔生日快乐！歌声跟说话的口气很江湖哦，但是感觉人超好的，不太会用三线。七切，继续加油！那这个选股是火锅加芋头还是不加芋头派呢？其实我是加芋头的，谢谢。好，刷来，应该是上尾一个朋友哦。是咱小师妹亨利，小师妹亨利投啥物歌？咱来看麦子耶。哦，毋是，这是进前测试的啦，安尼就无啊。这是小师妹进前的测试啦。哦，安尼就没有了，没有啊。等下来关开了。我 transformer 了一下。哦，无啥物通念啊，也无人投稿。会啦，有机会吼，一定有机会。即马敢会使投稿？卖啦，先安尼好啊，因为有一点手忙脚乱啦。第一摆吼用这个浏览器安尼咧用吼，我应该后一摆应该是我可能会用整理的啦，用整理的较好。应该是爱整理一下啦吼，安尼。啊若是讲，对啊，后摆会搁较好啦吼。今仔日吼，其实前一阵啊，我毋是感冒，感冒好了后无偌久，结果应该讲感冒好，搁煞有即个病尾哦，就是鼻窦炎哦，那个鼻窦炎啦吼，鼻窦炎，鼻窦炎了，即阵啊去互医生治疗啊，有洗片仔啦，搁有做一寡片仔的即个照光就对啦吼，照一种电光啦吼，会当互减轻伊的即个镜头，袂歹哦，即个也用了真好，结果片仔好起来了后，即2天雄搁，然后搁小可整，你知无？一直会扫啊。毋是感冒哦，毋知是啥物会过敏还是安那，就是整起来安尼。哦，头壳迄个足讨厌。今仔日咧练歌的时阵，下晡嘛吼，我去伫咧练歌的时阵，一直会小可扫者安尼。毋过今仔日即马啦，现出是有食药啊吼，搁迄落有啉一寡药水，小可较好啊。袂歹。状况有较好啊吼，毋过今仔日袂像顶届唱遐济歌啦，今仔日的歌无我会适当吼，适当毋免揪甲遐长吼。哦对，我一定爱讲吼，今仔日找即个专业的即个调音师小麦老师，就是卡拄仔呢有出现伫咱的直播。
直播的即个开讲的即个开讲识家吼，对，开讲识家的即个小麦老师呢，伊是专业的即个帮 VTuber 也是讲一寡直播主啦，来调整声音的老师，我有请伊帮我调音，甲我斗调音吼，因为我家己三无长啊，忙差不多2-3礼拜啊，去调嘛是搁调袂好，我就好，无要紧，进前讲的嘛这个该开还是爱开就请老师来处理。结果老师今仔日下晡的时阵，咱做一调整了后，我感觉这个声音我家己个人是感觉真满意啦你今仔日的朋友你会当听看卖，今仔日经过调整的声音了后，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是毋是声音听起来较舒适啦？当然啦我个人的声音是袂变啦，只是讲透过这个麦克总是爱有一寡技术，互我的声音会当甲我原地好的所在甲伊点出来较袂讲大声伤大声，细声伤细声，安尼。等下唱歌的时阵呢，会当听看卖伊的 reverb 甲即个echo 的感觉恁听起来有感觉会舒适无好，今仔日咧先来看，即马我来看第一条要唱啥物歌曲，其实有小可白啦其实就是白顶届无唱到的歌，顶届咱其实我顶届搁排足济搁有未唱到的所在安尼阮即马先唱一条因为大家拢较爱听我唱，即马现场拢是听我台语来的人安尼我先唱一条台语歌。找一下伴奏一个，无第一条来唱《爱情骗子》，我问你好啊，唔通，无啦，讲生笑诶，啥物爱情骗子，我问你，唔通哦。我的伴奏走去倒位？无去啊。好，
的无背项，等几步等无人。等一下，等来，我袂记你开唱歌的模式。过来。这条歌合作你色的头鬃，找无好的伴奏，真可惜。背项，等几步等无人，徛在楼骹等候，望你拍开玻璃窗。纯情歌阮有传，声声句句唱出愿望。谁知影开窗不是一个人，听若无价值。哪通搁继续梦？乱梦梦到永暗，13个月过2天，不是阮等无人，是你身份已经无同。缘分花谢落土，就亲像你年过烧的头鬃。一波渐袂断的流恋，一段心痛乌肚红。情爱若凝火，阮嘛不敢空。偏偏花开花灿烂花里丛，夜夜心痛用手捧。变小的恋梦，年少的头鬃。这就是单纯真有名的歌词啦。爱若无价值，哪通搁继续梦？乱梦梦到永暗，13个月过2天，不是阮等无人，是你身份已经无同。缘分花谢落土，就亲像你年过烧的头鬃。一波渐袂断的流恋，一段心痛乌肚红。情爱若凝火，阮嘛不敢空。偏偏花开花灿烂花里丛，夜夜心痛用手捧。变小的恋梦，年少的头鬃。一波渐袂断的流恋，一段心痛乌肚红。情爱若凝火，阮嘛不敢空。偏偏花开花灿烂花里丛，夜夜心痛用手捧。变小的恋梦，年少的头鬃。哎，阁会使啦吼，声音应该。
调了袂歹吼，我甲伊听是真满意吼啊，伊的迄个大细声嘛较有够啦吼，嘛较 OK， 哦，这条歌叫做《年色的头鬃》吼，好啦，再来一条可能大家较捌的歌。多谢哦，多谢小麦老师，哈哈，来，再来一个。幸福亲像最后一班咱我袂赴的火车，只有月光寂寞跋落地涂骹。你讲拢是我误会，毋是你变卦。本来就无爱，一句的使人足心痛。是谁感动感谢我，做你的雨伞。你困袂去的暗暝，电话来为你唱的歌，我予你真情，但你害我孤单。我的心内有针要划线无声，目睭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坎留着你的香，双手捌有你来靠岸。虽然一张空，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针要划线无声，原来若爱一个人苦劝无卡纸，别人的话拢不听，一心戆戆跟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加到负8，对不对？好。风沙对面顶在看，嘛拢无感觉。希望亲像玻璃窗，予你一句的雄雄拍破。明明就有伤，哪搁点点徛伫这？我的心内有针要划线无声，目睭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坎留着你的香，双手捌有你来靠岸。虽然一张空，往事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针要划线无声，原来若爱一个人苦劝无卡纸，别人的话拢不听，一心戆戆跟你行，爱是加着耳孔苦涩的情歌。我的心内有针要划线无声，目睭起着大影，不愿予人看。胸坎留着你的香，
粉红色玫瑰的芳，虽然一场空，往事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针要划煞无声。原来若爱一个人，苦劝无卡纸，别人的话拢唔听，一心戆戆跟你行，爱是爱失去强的情歌，目屎流过笑容的情歌。OK， 好，好 ，OK， 会使先休困一下，因为我脑还未完全恢复吼，咱先休息一下，咱来先开讲一下，哦。咱来讲着讲，即阵啊，天气吼变到较冷，对不对？啊，我发现讲，伫即个网络顶看足侪 VTuber， 大家拢讲，哦，我今天这个声音有问题，哦，我今天这个感冒啊、鼻塞哈，啊，所以这个天气咧变吼。真正是大家拢会影响到，啊，咱做这个声音，哦，开始扫，咱做这个声音工课的人吼，啊，果不其中，就是爱足注意这个哪后的这个保养啦吼，啊，无一个无声，就无法度开直播啊。多谢林奈，多谢叶明是伊人，多谢Lulan， 喝温水啊，没有温水，我只有矿泉水。我有啦，较早。下晡的时阵，我有准备烧水啦，啊，毋过烧水拄好无啊，无要紧，会啦。今仔日上少嘛，爱唱一下7-8条，对不对？啊无，难得的生日歌会，一定要给他有一点诚意到啊，吼。后来，咱来唱一条啊，歌讲两句好啊。等下咱我想要唱一下华语歌，吼，啊，就是无共款的感觉吼，唱一下华语歌唱一下无遐歹唱的华语歌。其实我会感觉讲，对我来讲吼，上歹唱的歌是啥物歌？就是布袋戏的歌，因为布袋戏的台语歌，第一啦，伊的词无好念嘛吼，啊，第二就是讲。咱遮个布袋戏的老师，拢会甲这个歌吼编甲足歹唱，哈！伊的这个长音嘛好，长音嘛好啦吼，也是讲有长音嘛好吼，拢是真有挑战性。对啊，一定爱配白滚水。啊，多谢，啊，搁有袂记甲大家讲，多谢今仔日甲我讲生日快乐的人，真欢喜的。
多谢多谢啊。嗯。啊，佮台语啊，像布袋戏歌是上歹唱的嘛，啊，佮刷来是一般的台语歌。一般的台语歌就是伊和布袋戏有无共款的即个困难的所在无共款。第一就是我个人会较注重家字，啊家字是一定爱注重的嘛。啊，刷来就是声哨，开口，开口爱有，啊，佮就是唱台语歌的时阵，有当时啊，迄种拖尾音的方式，啊个伊即个准音啊，就是抖音的方式，参布袋戏的歌佫无共款。布袋戏的歌伊有伊家己特色特色吼，等下会当来比较一下布袋戏的台语歌，甲一般的台语歌的即个我的唱法会小可无共款，吼，等下啊无等下先莫唱华语好啊，先唱一条布袋戏的台语歌，吼，即条歌叫做《江湖戏子》啦。等下先来唱一条《江湖戏子》，趁我即马声佫会使，来紧来唱。大家毋免烦恼，讲我袂即个多谢可待，多谢可待，可冤哦，可待，我在讲啥？可冤呐，多谢可冤，感谢你的祝福，生日快乐，谢谢。好，咱紧来唱。多谢可冤，来准备一条江湖戏子。原唱是黄山亮老师哈，黄山亮。好，那伴奏迄卡拉吼，若伤大声、伤细声，甲我讲一下哦。踏入江湖，敢是一时糊涂？身体无路，身躯满是风雨。想起当初，如今剩下孤独，一生奔波，原来是寂寞。当时朋友伤害，情义做歹。才知天理早已不在，现在情结难解，无法重来，看到终点竟是断崖。江湖戏子，为何无人熟悉？着山顶的咖喱，流着目屎吞腹来。江湖戏子，注定袂当境界，鱼白脚的配角，当无爱。
入江湖，敢是一时糊涂？身体无路，身躯满是风雨。想起当初，如今剩下孤独，一生奔波，换来是寂寞。当时朋友伤害，情义做歹，才知天理在伊不在。现在情结难解，无法重来，看到终点，竟是断崖。江湖戏子，为何无人熟悉？着山顶的咖喱，流着目屎吞腹来。江湖戏子，注定袂当境界，戏白脚的配角。笑声比哭较悲哀。笑声比哭较悲哀吼。好，哦，卡多已经忍受忍假哦，卡多唱的当中开始哪有开始上，哪甲忍的，哪还甲唱煞，食食好片，食食好片，讲一下话，讲一下话。其实我感觉有一件趣味的代志，就是我感觉，因为 BGM 恁听会到，啊我听袂到啊。因为我即摆的设定是恁听会到，啊我听袂到。啊我连讲，我可能会过来调整，就是变做恁你甲我，恁甲我拢听会到。我也是安尼，我较惯势，因为听 BGM 咧讲话吼，会使有一种，嘛是有一个气氛啊吼，人会伫迄个气氛内底讲话的感觉会较无共款。另外我较来研究啊，即摆因为新的设定嘛，我先莫动，无伫步浪费伤济时间。即阵仔恁讲有啥物感觉趣味的代志，想要来讲一下啊？我来讲一下好啊，讲一下嘛是阮我这个年纪的人较知影的代志，就是前阵仔有一个电影叫做《寻亲记》，寻亲记啊吼，迄个时阵是我少年的时阵，应该是讲细汉的时阵啦吼，啊有看一出即个香港的戏剧吼，啊主演的人是古天乐吼，古天乐啊，毋知影哦，明仔载有人要爬101吼，赞哦！我知影即件代志，101吼，哦，我感觉足恐怖呢。啊，虽讲吼，虽然讲伊有绑一条绳啊伫迄个身躯顶啦吼，啊伊要空手安尼直接爬呢，足恐怖，足有勇气。迄若落落嘛是，看看这错叫，可能呾徛伫边仔尔嘛是，感觉足恐怖啊。搁有吼，煞来继续讲《孙经记》。《孙经记》是迄个时阵，阮细汉的时阵吼，咱想要看一个剧啊，毋是遐简单的哦。即马无像即马吼，你手机拍开，啊，也是讲网络电脑拍开，网络
网络顶就一堆啥物货影片拢通啊看，就是讲有即摆有串流啦吼，通啊看，通啊景片。迄时阵咱拢爱去录影带店，来租片啊。即摆可能反正做者少年人毋知影租迄个录影带，迄个录影带生做啥款啊？嘛毋知影放录影带的机仔生做啥款较早阮阿叔嘛我阿叔的阿叔，阿叔的阿叔，就是我细汉的时阵伊做爱看剧的嘛，做爱追剧就拢会去做迄个香港的戏剧转来看。我细汉的时阵，就因为安尼毋若看布袋戏，就会当中间2个圈圈乱玩袋子的时候会塞不回去，对啦。有当时细汉的时候，你伫遐耍黑，我嘛捌安尼过着。迄个大人讲讲，迄个就是你爱去家己去租因为伊个录影带足大坑的你所以讲咱去租可能反正一摆拢差不多租差不多2集3集，2集4集还是6集安尼啦客转来安尼啦，可能一摆2集上新的2集嘛，就去租转来安尼放安尼咧看，安尼一集安尼咧叫要看一集就爱去换一块大安尼，较早是安尼咧看，对。落尾就是当做 VCD 嘛，即个录影带来先当 VCD，搁较进步搁有 DVD。迄 VCD 毋过一个足趣味的，当做 VCD 的时阵，大家拢毋知影讲，其实 VCD 的画质搁比录影带搁较烂。其实 DVD 较比录影带好啦，但是 VCD 的画质敢若比录影带搁较无好，对啊，其实是安尼咱较早咧看片就是因为较无啥物其他的物件通看嘛，所以咱看片拢足斟酌的。因为你就是安尼尔，你别讲像即马你可能少年仔反正看一个影片5分钟就想讲要去就是无饲一下停的先来去看别项安尼。即个会当揪你的注意力的代志太济，搁拄好搁想着讲。即阵迄个 Netflix 有一出新戏是即个班艾弗列克甲麦特戴蒙的一出新戏。因去互人采访的时阵有讲着讲 Netflix 的歌赞甲因讲王菲的歌赞甲因讲，恁的片一定爱头前5分钟开始，就爱有一个足大的看点，就爱随刺激的爱互观众。上精彩的袂当放伫上后壁因为观众可能反正拢挡无到迄个时阵，就甲你的影片拐开所以新的时代伊的影片的排，因为迄出我也袂去看，迄个叫啥物全信啥物会我袂记我就咧想讲，较早的戏反正含即马真正铺排的迄种方式无共款。咱较早看戏是豆豆看，豆豆铺排，豆豆铺，可能有当时会较无聊，但是咱就是去欣赏迄个剧内底的即个气氛嘛，咱就是安尼而且咱也袂去互啥物物件去影响到咱的注意力，咱就是咧看片，安尼点看片，较袂互其他的物件影响，所以咱会当去感受到即个戏剧伊本身的即个。好的所在，咱较感受会到。咱豆豆看，豆豆铺排可能反正今仔日即个剧情是头前差不多5集还是10集进前所带的即个梗啦咱就会使去欣赏即个即种趣味就对孙正义就是迄个时阵我足爱看嘛。爱着即个古天乐即个演员内底有3个女主角，第一个女主角就是秦青，再来是吴廷芳
个一个鲜油，蒜蓉。三个内底，我迄个时阵少年的时阵，我上爱就是青青，过来就是迄个鲜油，过来较是乌丁风，不对，乌丁风煞较是鲜油，结果我去看迄个新的电影了后，我的排名有无有无共款咯，从倒变过来，就是鲜油，乌丁风，煞会青青，这若要讲吼，就是小可搁要讲着一寡政治无正确的代志，因为我感觉鲜油的演员迄个滕丽明啊，应该迄个毋知是毋是念做滕丽明。滕丽明伊保养较好，足水的，足有气质，伊年岁大了后，伊佫有另外一种无共款的气质，所以那嘛是爱即出的人啊，会当看我。好，会当甲我分享你无共款的即个心得安尼，对，伊个孙正义的即个演员拢是共款，拢共一批哦，我感觉够厉害。我都讲20几年后，佮叫共一批人来演共一出戏，真正足厉害。对，而且伊就又佮大家拢有早即个，大家拢进步啦吼，大家拢像迄个林峰。林峰伊本人，我感觉伊真正是成长足济吼，佮倒来佮演即个演即个情书红，真正是足帅吼，足缘投。而且迄个霸气，佮比20年前佮较厉害。真正是一个袂歹的演员林峰本人伊嘛样讲迄个呢，伊样讲，因为伊是厦门人，所以伊听有台语哦。因遐号做闽南语嘛，所以伊会晓讲厦门语，就是像咱的闽南语安尼，像就是因的闽南语像咱的台语安尼，对啊。好，莫讲伤久啊，可能有人即出可能伫台湾，虽然讲足侪人看啦，但是少年反正拢毋知影。好咱来。唱后一条歌，所以这条我想我原底想要唱华语啊，但是佫想的，无来佫来一条迄个好啦，佫来一条布袋戏歌，较来转华语歌。整理一下，好，模式开启，唱歌歌。好，刷来呢，带来一首歌曲，布袋戏的歌，做《天下为我》。欢天喷扫，黄昏在江下。精神，当然顶来，袂记你甲原声关掉哈。好，过来。欢天喷扫，黄昏在江下。征战攻下，
遍地血染风沙。王曲成败，总一轮输赢。悲欢离合，偏迄意念之差。浮云飘散，流光逝水莲花。天高地阔，四海为家。边关打破，笑谈虚名烟花。宛如空中杀眼飞影，笑马扬眉走千山，哪怕烽火燎原，地狱不灭英雄胆。何其轮回无间，万里沧海一心孤单，骁勇遥舞生死渡外，浩浩日月皎皎辉煌，见证乾坤别大业。为我这霸夺天下，万里黄沙不见情，江风不有勇如神。三国万本都一手，英灵平治强之民。幻庭喷扫，黄昏在江夏。征战公野，遍地血染风沙。王曲成败，总一轮输赢。悲欢离合，偏迄意念之差。浮云飘散，流光逝水莲花。天高地阔，四海为家。边关踏破，笑谈虚名烟花。宛如空中杀眼飞影，笑马扬眉走千山，哪怕烽火燎原，地狱不灭英雄胆。何其轮回无间，万里沧海一心孤单。骁勇遥舞生死渡外，浩浩日月皎皎辉煌，见证乾坤别大业。为我这霸夺天下，哦，尾巴这个要关掉。好，这首歌合着天下为我。哦，啊，这个伊这个伴奏后边有，就神仙超级大声的这个拷贝，哈哈，其实还好啦，哈哈。
其实嘛是放出来嘛是还好啊。好，刷来呢，佮讲一个话呢。今仔日应该是卖用歌会啦，应该要用歌杂。啊，无人讲，啊，你礼拜拢咧配话，拢无加唱歌吼。今仔日声音状况较歹，所以唱无济啊。对，应该改做歌杂。我来偷偷改一下歌杂好啊。标题啦，即摆改敢袂有，偷偷甲改做歌杂。歌杂，嘿，歌杂，靠腰，歌杂，其实我嘛标题我嘛原底就无写，啊有啦，啊迄落啦是写伫即个，写伫迄个缩图内底啊，细张图内底，缩图内底吼。啊不要，撤销也免啦，安尼就好啊。可以啦，可以啦，有唱就是歌会啊啦，哈哈。懵多，对啊，歌杂，其实真趣味的，就是讲，真趣味的，就是讲，唱歌吼，足奇怪。较早进前咧，应该毋是较早啦，前几摆咧唱吼，无颠倒无今仔日唱的遮顺，是安那？因为进前咧唱的时阵，咱的耳机啊、耳机内底听到的声音。哦，设计师你好，设计师，多谢你，多谢设计师的祝福。来，咱是设计师哦，吼，互喜吼，互喜新天响的喜吼，毋是字哦，吼，咱大家毋通念毋对吼，阮的设计师。观察帮，谁那改做观察帮？哦，设计师啊，色格西，设计师啊，头前两字变调的设计师啊。紧食即个糊片，缀一吼。好，刷来呢，想要开始唱一下即个华语歌吼。顶届即个初海神歌会无唱到的华语歌。哦，拍出来哦，互喜新天响。炎黄三更响，啊，袂记你开 BGM 嘛？开讲的时候一定要有 BGM， 才较趣味。好，找好啊，来哦。来一首华语歌。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
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这首歌是刘德华的歌。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我。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无情无爱，此生我认命。好，天意，哈哈。豆豆愈来愈熟悉啊吼，就是知影讲迄个切换的时阵的时机点吼，开始掠了袂歹，倒水啦，咕噜咕噜咕噜。说起我嘛去找小麦老师调音呢，因为我有看到讲你嘛有找小麦老师调音，我感觉你的声音嘛是调了真好，对，所以我想讲嘛是爱开落，嘛是爱惨惨个开落啊哈，惨惨个开落啊，效果袂歹，那我讲唔对，效果足好，有啥物袂歹呢？做好，真正做好。所以我家己小可嘛会晓用啦，只是但是无人遐专业啊吼，无调整到遮水开遮水安尼对。天意啊，天意！
看来嘛是会当搁唱一条即个天王的歌曲啊，嘛是天王。我袂记得我顶届有唱过，顶届的歌单我敢有唱。哦，袂记啊，无记咯，无差啦，再来唱一摆。青春落，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编织太美，最后迎接幻灭。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交错，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眼泪，眼泪不能不让你看见，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空苦的悲，苦涩交错，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眼泪，眼泪流过无言的夜，心痛的滋味。眼泪，擦干眼泪，我忘掉一切曾有的眷恋。眼泪是苦，眼泪是伤悲，眼泪都是你，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眼泪不流泪。这条眼泪，
那人讲目屎吼，怪怪啊，眼泪啦，安尼好无？哦，这条是眼泪。木屎啊，目屎。这条是这个张学友的版本，我知影原唱是这个人，原唱是这个叫做范晓萱哦，范晓萱啊，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一颗350。这个。今仔日吼好佳哉有找小麦老师调音吼，互我咧唱的时阵，小可自然吼，就有法度把声音塞出来。之前我家己咧调的时阵，就是定了这种问题，就是其实唔免唱甲大力，声音就会当出来啊，但是调的时阵技术无够遐吼，调的时阵就会家己调的时阵就会讲，这个耳机内底的声音吼较压迫，就是会逼家己的迄个耳孔逼调的吼，咧唱的时阵声音就无法度出来，佫会感觉讲家己唱无够，就一直挤力，一直顶迄个力就对啊，所以声音足紧就无声去啊。今仔日其实我阁足有力的，只是讲然后会唱安尼尔，无其实我即马唱开，我会感觉声音的状况阁足好，但是你也知，就是今仔日拄好，然后无甲爽快吼，所以有当时啊，就是惊伊会扫出来，所以我会忍调咧。即马其实还好，袂忝哦，即马声音袂忝，足舒适的，所以今仔调音。差有够济，有够多的多啦，有够济啊。目前是自在的，非常的自在，状态也很松啊，只是刚好就是他妈不能讲脏话，刚好就是该死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喉咙就肿起来，也没感冒，也没干嘛，可恶，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的是很烦呐，还俗啦。按即摆人应该讲到这个年岁啊，有当时啊吼，这过生日吼，会小可无感觉，你知无？就是工课足济嘛吼，厝人嘛爱顾但是有当时啊，厝人的生日啊，对你来讲较重要，应该讲对我来讲较重要。家己的生日愈来愈无重要，你敢知影是安那？你会感觉，到这坎上，你会感觉，别人你有法度，你有迄个能力吼，去互别人快乐，互厝里人快乐，互好朋友快乐，就是朋友的生日快乐，比我家己的生日较快乐更较重要。我是安尼啊，就是我足爱记别人的生日嘛。就伊生日到就去，我是讲真正的好朋友毋是网络顶迄种可能你也毋捌伊就是跳出来讲，这个人生日你嘛无足捌伊你就甲讲生日快乐。虽然讲我毋是讲这是歹啦，我意思是讲，
我家己生活当中就是有咧见面的朋友啦。我意思是安尼，毋是一般的网友，就是我家己生活当中的朋友，就是我家个人的朋友，就是大灯你好，大灯开大灯你好，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就是咱会当讲，伫生活中的朋友啊，看伊家己做生日，伊快乐，比我家己快乐较重要。我看到伊生日，伊甚至讲我伫 FB 看到伊有出去含人去耍，我个会感觉较快乐。家己就免太累啦，但是讲懵讲吼，但是若有人向对我足好，我嘛是会足欢喜。对，当然啦，因为我会感觉讲家己无介重要嘛，有人感觉讲我足重要有甲我祝福有送我礼物也是啥货，我嘛是足快乐，会向惊着安尼啦。这是一个真神奇的这个心理状况，很神奇的心理状况。好，讲今仔日要唱7、8条，即摆已经1、2、3、4、6条了哦，离7、8很近哦，7甲8足近的哦，但是其实我阁想要加唱几条，经一条啊，这个动力火车，但是你免烦恼，这条动力火车的歌是，毋是迄种足恐怖的迄种啊无一般来讲，动力火车的歌我足爱听啦，但是有法度唱的无几条。结束咯，大灯我甲台书会放伫上头前，安尼你可能爱等即个歹势，你可能爱等规个直播了你爱去头前看你的哦。希望你有满意啦吼。好，咱来唱一条啊。这个动力火车的歌它比较嗨吼嘛无关甲遮恐怖吼就是唱了真欢喜的歌。忠孝东路走久变成会唱歌会死人，真正后壁就一直重复。电话铃阿玲来哦，咱的这个嘛是咱的米蓬蓬吼，电话铃咱的阿玲哦，大家会当去订阅这个阿玲的频道吼。阿玲啊，伊是做手工的，有当时佫会拍 game， 会当拍游戏，会当去订阅伊的频道哦，伊是真古锥的即个讲话吼，真古锥的即个 VTuber 吼。电话铃亮亮亮，讲到台语的问题吼，看到电话吼，我就想到一个，等下较唱。我就想到一个趣味的所在，我问恁吼，恁兜咧打电话，恁兜的台语是用倒一个动词？像阮遮是一般用敲电话嘛，恁会用啥物动词？动词恁会用倒一个动词？我之前捌看人咧讲吼，其实台湾啊，毋是台湾的，咱的台语足侪种动词，就是打电话，毋是干那敲电话一种。伊有足侪种诶。我有看过有人讲电话啊，讲电话互你。较早期的电话，阁有迄种摇电话、摇电话吼，摇电话你知无？用摇的。恁兜倒是种，大家拢敲电话吼，对，敲电话应该是较济。但是敢若
应该无人会讲拍电话啊。打那支电话呢，摕棍仔个拍一支电话，应该是拢敲电话，即摆是拢敲来着啦。我捌听过有人讲电话，对啊，我真正有捌听过有人讲电话，真趣味。好，阿玲，你要听我唱歌无？我唱一条歌给你听，我唱歌给你听，你有空听吗？我唱一条歌给阿玲。你要听台语的还是华语的？暂时无法度点歌啦，因为我的歌单还未整理出来，所以无法度点，就是唱一条歌给你，台语的吼。我安尼就小弟来拣啦，拣一条，因为你嘛是布袋戏迷嘛吼，拣安尼我就拣一条即个布袋戏歌，我来唱一条抒情一点的，好了。我唱一首比较冷门的啦，这首歌以这条歌叫做《花与迄坛酒》，很冷门哦，比较冷门的布袋戏歌，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回忆比坛酒。还是要唱你听过的，你应该都听荒山亮的比较多，对不对？应该是荒山亮的你比较多，常听，对不对？那还是听你听过的好了。我想一下，现在的状况有办法唱的，好，唱荒山亮的情意好了，好情相比，总是无义，恨天破浪去。哦shit！等一下，我喝个水。在这个时候，这么感性的时候给我咳嗽，等来。好情相比，总是无义，恨天破浪去，千个风雪影响来去，超空苍天泪，为何简单来相知？
为何一时不愿去？风天血土可怜见，为情为义为兄弟。冲输天下，为着五武所危机，肩挑罪恶名字，五独自暗暝。回望年少当时，战经生死共伊，漫漫风尘步履，当因艰难可比。可是如今你在哪里？问江湖随看别离，可愿意我再做传奇？不枉此生，不负情义，愿来世再做兄弟。为何简单来相知？为何一时不愿去？风天血土可怜见，为情为义为兄弟。冲输天下，为着五武所危机，肩挑罪恶名字，五独自暗暝。回望年少当时，战经生死共伊，漫漫风尘步履，当因艰难可比。可是如今你在哪里？问江湖随看别离，可愿意我再做传奇？不枉此生，不负情义，愿来世再做兄弟。哦，这条歌叫做情义，情义吼，叫使人感动的一条歌。你若有去看过这段剧情啊，再来听这条歌，会感觉做有气氛的对啊。好，啊，布袋迄款唱了吼，啊，来唱一下迄个。阿玲听如果你若无毋知听过我唱华语歌无？唱一条有一点动力火车较早期的歌啦。这条歌嘛是真趣味。若要唱这条歌吼，应该爱3酒来啉。但是今仔日
哦，无爱刺激他哦，都无杀酒啦啊，这个要变成酒杂了。对。这首歌的歌名合作，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我嘛无确定讲这条歌算红还是无。你若当是头前的歌名是有另外一条歌啦，啊，一定是大家拢听过啊，但是伊若加一个数字，你就无一定有听过。哦，嗨一下，呼！我带着7分醉意3分清醒，蹒跚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它左耳飞进右耳飞出，让我绞尽头中一颗心悬空。分手的5种原因，8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用 rehearsal。我需要一桶冰块，1条毛巾，好在清醒之后不愁上加愁。谢谢小麦老师。爱凭什么让人讲东想西想不开？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跳一段酒醉的探戈，脚趾头无所适从，混乱的开酒闸的探戈，Goodbye啦，我的女友。我跟你讲哦，我看他开酒闸我就想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酒量就歹，我差不多3罐啤酒我就倒啊。你看史上最短的酒闸，主播喝3瓶酒，然后就倒在主播台前，没办法继续开，都听到主播的打呼。巴拉还是巴拉，山盟刺在我的右手，牵着你远走，但你把所有还是所有山盟丢进了垃圾桶，我能怎么救？我已经笑到快唱不下去了，想东想西想不开。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跳一段酒醉的探戈，脚趾头无所适从，混乱的绝情的探戈。Goodbye 啦，我的女友。跳一段酒醉的探戈，爱让我借酒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戈。Goodbye 啦，我的温柔。只喝2罐吗？不行，如果说我真的要开酒闸的话，我的那个酒啊，可能要用cc数来算哦。讲一句话，然后要喝个1cc这样子。断酒醉的探戈，脚趾头无所适从，决断的绝情的探戈。Goodbye 啊，我的女友。跳一段酒醉的探戈，爱让我借酒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戈。Goodbye 啦，我的温柔。哈哈，超好笑。刚开没多久就醉倒的主播，笑体啊！史上最短酒闸。
咱开酒闸吼，是这个啊，等这个盘早料啊，糟糕，我刚刚好像忘了关 BGM， 对不对？shit 啊，算了，反正这首歌也是唱着欢乐的。那个什么，刚刚忘了关 BGM， 可恶，要不要再唱啊？不要再唱了，等一下唱别首。那个什么，那个人家开酒闸吼，咱开迄酒闸是安怎？就是哪啉哪这个身体状况会愈来愈开吼，足松的吼，愈来愈松啊，讲话安尼愈来愈笑安尼，愈来愈好笑。啊，结果我毋是，我是第一杯的时阵可能松松啊，第二杯吼。开始胡言乱语，你知道吗？开始黑白讲话。啊，第三杯的时阵是直接，直接脑性也是迄个，直接倒了，无作用啊，真笑啊！哦，前阵子听到什么歌啊？我想一下，突然想不到啊，我前阵子有听到有歌很想唱，突然想不到那一首歌是什么，永远一时想不起来。看一下我的手机，手机，我的手机啊，手机来这看看之前有听到什么歌。啊，来唱陈奕迅的好了。哦，我想起来了，有一首歌，它也是老歌，台语的老歌，但是我没有很熟，但是常常会在那个板凳的时阵听到人家在唱这首歌。不知道，当成那个了哈，练歌歌回了哈，听听看呢。台语的哦。居然没歌词，是在杀小。等一下，自从你，等一下，没歌词，等一下，没歌词唱屁啊！这首歌我又不熟，等一下。哎，社畜1号，你好，阿曼。噔噔噔噔噔。好吧，那只好自己去找歌词了。自从你无声无息来离开，你一串的无滋味。袂当搁再有春天，为什么有问题不愿讲出嘴？我心内拢无准备，我头放偌多力气，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卦，爱这呢无心肝，害我想无地生活。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卦，到如今只有孤单，甲我来作伴。
对，头前有念啦，爱落尾爱等下爱结束了才通去看。自从你无声无息来离开。你一转眼无滋味，要当搁再有春天。为什么有问题不愿讲出嘴？我心内拢无准备，我头放偌多离去。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卦，你哪会这呢无心肝？爱我也无在生活，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卦，到如今只有孤单，甲我来作伴。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卦，你哪会这呢无心肝？爱我寂无地生活，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卦，到如今只有孤单，甲我来作伴。哦，这条歌叫做《只有孤单陪伴我哈，只有孤单陪伴我哈，只有孤单陪伴我啊，只有孤单陪伴我，袂歹吼，很有这你若定定去办桌啊，应该台顶的小姐应该拢会点这条歌来唱哈。阿玲你好，阿玲你好，较早嘛有念到你的台词哦，啊毋过爱等规出结束了后，你才会当个转去听啦吼。好，来小可讲一下。这个其实我也不是不会唱新歌，但是我的歌，应该说我的新歌不够新，也不是都唱这种超级无敌老歌啊，倒也不是，就是但是不够新，感觉好像跟老歌没什么两样，很好笑。对啊，你其实有一些歌，你如果换不同的时间地点唱，其实有时候你也不会去管它是不是新歌还是老歌。久了以后，其实每一首歌，如果说，除非它的配器跟它的那个它的编曲啊，伊的编曲吼，甲伊的这个应该讲伊的卡拉啦吼，若讲是用较旧的这个方式来伴奏。的时阵，你较会听出来是老歌，啊，伊若换一个方式来配角，你就听袂出来。比如讲，即阵啊，即个李千娜无吼，李千娜伊即个伊有出一张专辑哦，啊，伊即张专辑呢，伊上新的即出专辑啊，伊是靠老歌来唱，对，即阵啊的即条。这个我查一下，这上面回去啊？你什么这张专辑？伊内底扣足济这个老歌。
这个。哦，这条歌就是千娜舞台秀哈。迄段过去经过阮兜口，伊内底收做者老歌哦，爱人坠落去，无法度按捺，哦对啦，无法度按捺，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真心换绝情，爱情研究院，这个是林强的，望月想爱情，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只有孤单陪伴我，就是我卡多唱一条，若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孤女的愿望，伊这张专辑就是收一寡老歌用新的方式来唱，互新时代的少年人呢会当来认捌这个咱过去真有名的这个台语歌。这张专辑足好听的，足好听，真真，很好听。伊拄打出来迄阵，我嘛是一直听。无法度按捺吼，无法度。有诶，不过这条我无介有自信，试看卖。我很喜欢，我最介意这条歌，怀那乐团诶，无法度按捺。一个人在期待，等到月亮出来，找无你的人，找无你的影，真思念。两人的时间，想着真感慨。不愿寂寞的目屎，就安尼无奈流落来。Oh, love tonight。对你我真是无了解，只有阮一人的爱，你感觉不如出来看卖，爱着来，你拢无安排出牌，烦恼你敢知有这有全世界 ？Can we make love tonight？ 好不熟哦，算了，不行，超不熟。No， 还是别唱了，太丢脸了。No， 我不要翻车，因为这首歌我很爱听啊，但是很不常唱，因为很不是我的风格，但是我还蛮喜欢听的。对，不画抖按来加入复仇歌会，有这种东西啊，不错好啊，我记下来，认真的来练习这样子。练习这首歌，好啦，我在选最后一首歌曲，好，然后来，因为我在选今天最后一首歌啦，但是我不一定会关麦，就是我想说再唱一首，对，因为今天声音状况，应该说今天喉咙状况没有很好，虽然说我的很 OK， 但是就是那个歌，应该说喉咙的那个还是有点肿，还是会有点那个咳嗽的感觉，所以我要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做一个 ending 哈，想一下，
唱陈奕迅好了，我看看哦。陈奕迅哪一首？啊，有了，唱那个，不要陈奕迅，唱一个特别的人。很奇怪哦，我小时候哦，然后那个我叔叔就是阮阿叔啊，拢伊除了最爱看剧以外，伊嘛会去烧一寡，较早拢用烧的啦，你知道烧 CD 吗？即摆讲烧 CD， 毋知即摆小朋友可能会感觉讲咱真正是摕 CD 啊，摕赖打伫遐烧哦。较早爱听歌拢爱去共烧 CD 啦吼，这个偷偷讲得啊哈，毋是去买哦，是找人烧啊，有人会当就做伙烧啊，烧别人安尼啦吼，烧 CD 啊迄个时阵阮阿姐就送我几块专辑嘛吼，其中呢有2块吼，算是我细汉的时阵上爱听的。第一块就是吴宗宪的，吴宗宪的某一块精选集啦，另外一块就是这个陶喆的这个找自己那张专辑好，我想讲来唱一下吴宗宪的台语歌。其实吴宗宪伊的台语歌真侪条拢袂歹听咧，对啊。不管伊即马是啥物款人伊向是其实伊的歌真正袂歹，对啊。我唱一条可能大家较无听过的歌，这条歌唱大家听过的好啊，较趣味。开头2000那的专辑内底嘛有出现啊，对。好，互你摇着啊，就是真心换作情，原底想要唱另外一条更较，迄个号做啥？比较无人听过的。交予你的心，你藏伫倒位？风雨中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遐尼冷，阵阵吹点行情，心虚的笑容，是你最后的表情。你爱迄个人，伫咧等你。伊敢有亲像我遐尼爱你？过去情景像电影，轻轻浮在眼前，每一幕拢予我有创袂出来的心痛。不愿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换来一张绝情。不愿相信你的爱情遐尼冷，不愿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换来一张绝情。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真心换绝情。我绝情，卡带 B 面的歌，今摆少年啊，敢知影上面号做卡带 tape
tape 啦 tape。你爱迄个人，伫在等你。伊敢有亲像我遐尼爱你？过去情景像电影，轻轻浮在眼前，每一幕拢予我有讲袂出来的心痛。不愿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换来一张绝情。不愿相信你的爱情遐尼压冷，不愿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换来一张绝情。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真心换绝情。我绝情，不愿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换来一张绝情。不愿相信你的爱情遐尼压冷，不愿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换来一张绝情。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真心我绝情，我绝情。啊，一直好想咳嗽啊，喉咙好痛啊！啊，刚好最后一首歌把它编完了。好，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刚刚一直跟着不可以咳，不可以咳，赶快把它唱完，都唱到这个康长了，好吧 ，OK， 哦，可以咳了，搞定。今天的歌唱任务，我看一下几条，1、2、3、4、5、6、7、8、9、10， 10条，好，达成任务。达成任务吼，现在会让小可来开讲一下。可恶，明明其实还能唱的，但是就是喉咙痛痛，讨厌欸。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开一场可以全力以赴的歌会？这阵子要开始吃8分饱，然后好好的睡个觉哦。开始养身体啊！好，来调整一下麦，开个 BGM 啊。好，好啊，今仔日吼，真欢喜，这些人来参加我的生日歌会，很开心啊。这边有一个小图示，我要提醒我要关 BGM， 我来坑伫回宾，所以我就是看讲，哎，伊若低的，就是我爱关 BGM， 啊，但是嘛是卡多啊嘛是有一届嘛是袂记住，可恶，可恶，真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听，有足欢喜的，希望讲。开嗓对不对？我之前开嗓，我忘记是看书的还是以前的老师教的，我也忘记了啊。以前的歌唱老师教的都那个还给老师的。我会用一种方式，就是从低开始，就是从低音开始，像这样子，
这样子，从很低，然后慢慢滑上来，这样子开。然后还有就是用那种唱一吧，就是然后往上因为这个音，这个母音呢，母音会去震动声带嘛，就说是磨没了，就你可以唱母音的，就它就是会去震动到声带这样子，对，唱母音。有时候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啊，如果说你对这首歌的这个旋律还没有掌握好的时候，然后或者是说它的词可能有一些难唱的地方，那你可以就是你在练的时候，你也当唱播音的。比如说你在熟悉那个歌的时候，比如讲卡多有人用音画的音音，对啊，我爱用画音，唱的时候很像硬哦，就是唱母音。练习啦，就练习的时候，对，然后因为你唱母音的时候，你那个气流比较不会被挡住嘛，所以可以让你比较没有顾虑去把那个声音发好，唱对这样。对啊。不过其实说归说，我不是很常用，这好像是以前的，不知道是老师还是那个朋友教的方式。忘记了，因为跟泰国老师学过了。硬偶吗？对，你讲安尼我可想到硬偶是什么回吼？为了我们不要乱讲话吼，所以我先查一下，然后念上面的比较不会讲不对话哈，因为硬偶我怕会涉及这个。硬偶呢？硬偶，伊的台语字安尼写，我先煞甲注音不是注音，我甲罗马字写起。硬偶的这个罗马字安尼写，来根据这个教育部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所讲，伊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讲形容词指这个纯恶劣患者，说话鼻音很重，含糊不清。伊的例句是安尼伊讲话硬哦，我拢听无啦，就是讲话含糊不清的感觉第二个呢，也是讲形容哑巴说话的声音。哑巴因为他听不到人家，应该说。哑巴因为喉咙有问题嘛，他可能是发不出声音，他就会这个其实是一种说有一点歧视，我是觉得有一点，就是他是那种戏剧上面比较会看到这种状况，就是戏剧的表演上吧，我觉得硬有呢，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哑巴也不会这样讲话吧，对啊。你说咬舌头的，好像可以，也不行，不能算。咬舌头是气音，它是硬吼是有那种我讲话用听无的话，你按音后像这种按阴阳这种物件，这就是硬吼。所以我来跟你讲，这个物件有一寡歧视啦。有点歧视啊！我看到无骂脏话，我是硬哦，你袂当甲我歧，你袂当甲我骂哦。这个是硬哦，小夸贬义的这个词。不过你若讲伊中性，它也是中性啊，伊的属性，伊就是一个形容一个状，伊是一个声嘛，一个讲话的声，叫硬哦。对吼，
讲了就惯势的这个事吼，我唔知影讲对有的人即马反正听无这意哦。多谢什么人提醒我？是社条1号讲的吼，讲这个我看。哦，对啊，社条1号讲的，对啊，就是人讲意哦，这个物件。好，台语小教室，我们下回见哦。台语小教室，连讲较紧啊。这个意哦，好，今仔日爱大家要登去写10摆哈。意哦。啊，伊足趣味的啦吼，我感觉台语吼有当时是伊有趣味的，而且就是讲，你咧形容啊，这个意哦，这个状况吼，啊，伊这2字啊。拄啊好，拢是有带片音的吼，伊这2字拢是有这个片化元音，所以拢你爱甲这2字，那甲念好，你就是爱片音爱有啊。你咪是念意哦，不是意哦，意哦，然后音有没有哈？音要有鼻音，意哦，2个字都要有鼻音，要有鼻音共鸣。才会发音才会正确，你不能说意哦，对，要意哦，对，意哦。好了，大家不要再意哦了。其实我一直这样讲啊，是不是大家会把这2字给个记甲足清楚的？今仔日这场歌会上有价值的就是这2字啊，咱。成功把一个台语词留落来哈，成功把一个台语词挖起来，它没有变成死语。我决定打10次。好。哈哈。来，大家一起练一哦，真的变成哦一了，很好玩。知识被塞入脑袋了。啊，就是你要有鼻音的，就是它本来是这样的哈，我们母音发对不对？然后你加入鼻音共鸣。然后后面本来是 o 嘛 ，o， 然后加上一个鼻音共鸣 o， 然后这样就出来了，yep， 的行啊！你看太地狱了吧？汪老先生又关于好好笑哦，这很好，这个梗很好玩。对，果然还是救护车啊，对啊。终究它还是变成救护车了。好啦，我觉得可以差不多了哈。我想要来跟大家说拜拜。对啊，结果快要结束的时候，人是最多的时候。大家比较喜欢杂谈拉塞，是不是？害我有点舍不得关起来。人比刚刚唱歌的时候还多。好啦，因为今天声音状况没有很好哈，准备要休息了。好，意哦，好 ，OK， 今天就是这2个字最有价值，比我的生日还有价值。好，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这个生日的歌会甲大师会。啊，你卡到有投稿的人呢，会当等下结束的时阵，会使回去看头前的这个投稿的部分哦，吼。啊，今仔日唱10条歌，啊，希望你会欢喜你听了的关系吼，啊，听了袂歹吼，来甲我起一个赞啊，加这个兼这个开这个小铃铛，个一个订阅吼，点我一个吼，希望讲吼，会愈来愈侪人知影现歌吼，我会愈来愈欢喜，啊，唱歌嘛会唱甲愈来愈爽吼，唱互大家听，啊，个会当个念口碑互大家听。
希望更较侪人知影即个台语的水，甲台语歌的好，吼，啊，佮有咱布袋戏的即个歌，甲布袋戏的口碑有偌趣味，希望大家愈来愈侪人会当感受会到吼。希望若你有朋友有咧看布袋戏的，会当来介绍香果互伊熟悉，知影讲即个特殊的味，吼，凡说咱即个尾箍仔内底的人啊。原底观众啊，无一定会来看香果啊，但是若捌台语的人，凡是对香果有兴趣，所以恁会当甲恁身躯边台语上好的迄个人，你甲分享者，互伊来听看卖啊香果的台语敢有够开，哦啊上好是比我较好，哦甲我指教者，讲看我的台语倒位讲了歹，哦讲了毋对吼，请伊来看一下香果吼 ，OK。希望大家会记得起赞哦！啊，订阅加小铃铛加试落吼，啊，甲伊分享出去，感谢各位。啊，今仔日咧特别来刷鼓啊哦，八音刷鼓。啊对啊，袂记你甲大家讲拜拜，歹势，好，我来开一下，甲大家讲拜拜哦，好，开大灯，拜拜拜拜 ，GM 拜拜拜拜，罗先生拜拜拜拜，再会再会再会，有缘再过来，off 有缘再过来，路人有缘再过来，设计师小弟弟。有缘才过来，歹势拢甲你叫小弟弟，安尼小可无甲你问过，安尼你敢听得会欢喜？还是讲咱设计师弟弟就好啊吼？还是讲叫做匿名失忆人，匿名失忆人，你拜拜拜拜，小师妹拜拜拜拜，有缘才过来，石头1号拜拜拜拜，有缘才过来，电话铃阿玲啊，拜拜拜拜，有缘才过来，吴建芬先生，拜拜拜拜，有缘才过来。欢喜，谢谢，谢谢，感谢咱设计师，感谢咱所有爱这个香果的人，就感谢今仔日会当来参加，这应该是香果有史以来上界欢喜的一个生日啦吼，多谢大家，再会再会，有缘再过来，拜拜拜拜，下次开台。下次开台是不是？好，我这2天好好想一下，后礼拜要做啥？哈 ，OK， 啊，希望后礼拜这个然后的状况会更较好，哈，我一定会提早公布。OK， 大家拜拜，再见，再见。